係，又係我 Benny 喺度啦。咁一樣啦，我哋為開心頻道嘅 fans 們啦，咁用塔羅牌預測2017年嘅星座運程。今集呢，就終於都講到山羊座朋友，點解用終於都講到呢？因為我覺得山羊座朋友呢，喺17年嚟講呢，整體嚟講都係非常之好運，無論係事業咧定埋愛情都係好好運嘅。點樣好運法呢？而家講啦。咁我首先咧為佢抽咗3張牌啦，第一張牌咧就抽到呢張 Page of Wands， 係啦，一張權杖嘅牌嚟嘅。咁亦都代表咗咧山羊座嘅朋友咧喺事業上面咧有一個新嘅突破，同埋佢亦都有好多雄心萬丈啊，即係有好多嘢都想做，同埋亦都有好多機會俾佢去發展。咁所以今年山羊座嘅朋友咧，不妨下啲苦功，同埋咧大膽啲開創你嘅新領域，喺事業上面咧係可以講係無往而不利嘅。感情運咧又係非常之好啦，咁啊抽到張 Ace of Cups 啦，聖杯啊，一張黃牌嘅聖杯牌嚟嘅。咁呢一張牌係代表咗啲咩呢？喺感情上面都係啦，如果往時未有拖拍，甚至乎未遇到對象嘅時候呢，17年呢係真係會遇到一啲你心儀嘅對象，而對方亦都對你有興趣嘅，所以不妨大膽啲、踴躍啲去認識佢或者結識佢。而已經係發生咗一啲嘅感情啦，或者甚至乎係有伴侶嘅朋友呢，今年呢其實係可以有望更進一步喎，即係例如係結婚啦，或者生小朋友嘅。咁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一個咁好嘅時機啦。咁喺健康方面呢，就抽到4個金幣啊嚇。咁呢一張牌呢，其實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啦。佢又冇話特別好，又或者特別差。承接翻以往山羊座嘅朋友呢，都係一個好安全、好穩定嘅星座，所以其實佢今年都冇乜太大嘅改變啦。咁成年裏邊呢，山羊座嘅朋友呢，無論喺事業啦同埋感情上面都係可以有望發展啦。所以係12個星座裏邊呢，17年係最好嘅星座。